大家好，我係 Judy。你有冇試過做嘢或者讀書時，覺得自己成日唔夠快，唔夠專心，又或者身邊嘅人會話你做嘢慢，覺得你冇心機，甚至你自己都開始懷疑自己，會諗我係咪真係做唔到啊？有時我哋會揾好多理由去解釋點解表現唔好，例如話我未學過啫，我做唔慣啫，我上次做衰咗，唔好再揾我啦。你有冇咁樣諗過呢？我最近睇咗一本短短地但係好有啟發性嘅 ebook， 書名係 The 7 Levels of Personal,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， 中文可以譯做個人、團隊同機構效能嘅7個層次。作者係 Ann Betts 同 Ursula Pottinger， 佢哋提出咗一個好有趣嘅概念，效能唔係淨係關乎能力或者技術，而係你內在嘅能量狀態。呢個能量唔係講你食咗飯未啊、瞓夠未啊咁樣，而係你點樣諗嘢、你嘅信念、你點樣處理情緒，同埋你點樣同人相處。作者結合咗神經科學同埋意識研究，將唔同嘅能量值分咗做7個 level， 好有系統咁樣解釋返點解唔同人有唔同嘅效能。level 越高就越多能量，做事更加有效。我自己喺做嘢同埋學習嘅過程裏邊，成日都會揾啲原因或者藉口同自己講，表現得唔好係正常嘅，又或者勸自己唔好咁冒險。之後捉唔住個機會呢，又會怪自己太冇膽，但從來冇諗過，原來係同自己嘅能量有關。想做好啲嘅話，點樣增加自己嘅能量呢？正因為我自己都經常覺得自己表現不似預期。睇完簡介部分之後，我好有興趣了解自己究竟係邊一個 level， 同埋點樣可以提升自己嘅 level。 Level 1係絕望 hopelessness。 首先測試下大家係咪屬於呢個 level 先。你會唔會經常有以下嘅諗法呢？我好似冇咩價值，好想捐落個窿度，我好憎自己，我要匿埋唔俾人揾到，我覺得冇人重視我，我都係注定失敗。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一無是處，甚至想逃避一切，可能你就係呢個 level。喺呢個 level 嘅人，只有1%至5%嘅時間係會覺得快樂。佢哋會諗下點樣放棄手頭嘅工作，或者退出身處緊嘅工作環境。可能係公司指派佢加入咗一個部門，去負責一啲特定嘅工作，而佢就會諗點樣可以轉部門唔使做嗰樣嘢呢？又或者有時候決定咗做某一啲嘢，但係又經常做唔到，自己定好嘅規矩，但係自己跟唔到，做嘢唔投入啦，經常靈魂出竅，返工等放工啦。頭先睇到嘅特質似乎都好負面啦，但係喺呢個 level 嘅人呢，其實有一個好處，佢哋識得放手 let go。其實識得放手都唔係人人都做得到，喺某啲情況之下，放手可能係最佳嘅解決方法。如果你覺得你好似係呢一個 level， 唔使太擔心嘅。作者又提供咗一啲方法俾大家點樣提升自己嘅 level， 我會喺之後嘅時間講解。而且我哋每一個人都唔係只屬於一個 level， 通常會橫跨2個甚至3個 level， 所以你繼續聽落去，可能你會覺得自己原來屬於另一個 level。Level 2係恐懼 Fear， 我哋又嚟測試下自己係唔係呢個 level 先。你哋有冇以下嘅諗法或者疑問呢？地球好危險，最衰我上唔到火星。如果公司裁員裁中我點算啊？我個仔點算啊？我層樓點算啊？我阿爸阿媽點算啊？仲有我份保單呢？我老婆會唔會同我離婚㗎？呢個世界冇人信得過，周圍都係騙子，人人都有陰謀。呢個 level 嘅人大約有10%嘅時間覺得快樂，佢哋經常覺得好焦慮，同埋好冇安全感。佢哋唔太能夠保持冷靜，佢哋用咗大部分嘅能量去保護自己，同時因為佢哋唔信人啦，所以亦都唔投入去進行團隊合作。好處係佢哋有危機感啦，自我保護意識強，識得喺適當嘅時候鬆人。Level 3係挫敗 frustration， 我哋又一齊嚟測試下自己係咪呢個 level 先。你會唔會講或者諗以下嘅嘢呢？乜你咁蠢㗎？係你搞成我咁㗎？你冇我咁重要，你冇我咁勁，你睇我幾叻，
跟我個方法去做啦。喺呢個 level 嘅人，大約有12%至22%嘅時間覺得開心。佢哋好鍾意競爭，好鍾意同人比較，而且好好勝。佢哋通常將自己擺喺一個比其他人重要嘅位置。佢哋有時會講啲似是而非嘅道理，因為呢個 level 嘅人鍾意競爭啦。我哋睇到佢哋的確係比之前兩個 level 多 energy， 但佢哋嘅唔合群啦、有攻擊性啦同埋妒忌心呢，令佢哋唔能夠好有效咁利用自己嘅 energy。呢個 level 嘅人好容易憤怒，但係呢種憤怒又錯唔晒，因為憤怒可以激發起一個人嘅動力，所以呢個 level 嘅人行動力係比之前兩個 level 為高。Level 4係勇氣 courage， 嚟到呢個 level 個名即刻好聽晒，好正面。事實上呢，作者喺第3個 level 同第4個 level 之間畫咗條線，喺條線下邊嘅 level 係負面，而喺條線上面嘅 level 呢係正面。我相信喺條線上面嘅 level， 即係我哋經常所講嘅正能量，經常有類似以下嘅講法或者想法，就係呢個 level 嘅人啊。我嘅生活過得幾好啊，其他人點過佢哋嘅生活係佢哋嘅事，不如我哋試下咯。唔做呢份工，我可以做第2份工啫，或者有啲嘢我做咗會對自己好呢。呢個 level 嘅人有55%至60%嘅時間過得開心，佢哋覺得生命係充滿刺激同埋挑戰性，佢哋相信可以尋找到快樂，佢哋有足夠嘅能量應付日常嘅衝擊，佢哋滿意自己嘅生活。呢個 level 嘅人，佢哋願意接受挑戰，願意嘗試新事物，所以亦都能夠完成到更多工作。但佢哋並唔係屢敗屢戰，可能試多1次或者2次之後呢，佢哋就唔想再試啦。亦即係話佢哋肯試新嘢，但係又容易放棄。亦都因為咁，佢哋需要多啲嘅鼓勵同埋指引。如果唔係，佢哋會比較容易跌咗落去第3個 level。能量再高一啲呢，就會去咗 level 5，投入 engagement， 正能量就喺呢個 level 開始爆發。你哋有冇以下嘅諗法或者行為呢？我哋繼續試到得為止啦。可唔可以俾啲 feedback 我啊？我希望下次可以做好啲。我會原諒別人，亦都識得原諒自己，應該有辦法令到件事好啲嘅。睇到以上幾句都 feel 到滿滿正能量。呢個 level 嘅人呢，有68%至71%時間過得開心，佢哋能夠對周圍嘅事物持開放態度啦，接受唔同嘅意見，亦都願意真誠咁樣對朋友。佢哋對自己嘅生命負責，亦都勇於面對生活上遇到嘅難關同埋挑戰。但係由於佢哋有屢敗屢戰嘅精神，如果有啲事真係唔 work 嘅話，唔係咁容易說服佢哋，佢哋可能會以為你唔信任佢哋。Engagement 嘅人呢，有時都會出現下面4個 level 嘅人嘅特徵，譬如話係絕望啦、恐懼啦，佢哋一般都能夠捱過呢啲日子，重拾返自己嘅正能量。Level 6係創新 innovation， 你哋平時會唔會講以下嘅嘢呢？我錯咗添，多謝你提醒。我哋仲可以由邊度着手呢？哇，我冇諗過咁都得㗎喎。我知我哋一定搞得掂。諗嘢咁正面，難怪 innovation 嘅人呢有79% 時間感到快樂。佢哋思想理性啦，講邏輯啦，善於處理大量而且複雜嘅數據，能夠快速同埋正確咁樣做出抉擇。呢個 level 嘅人，佢哋相信科學，着重真實事實，但係有時會忽略咗或者係唔明白背後嘅意思，可以話係俾左腦主導咗，右腦就發揮得冇咁好啦。Innovation 其實已經係好高嘅 level 啦，但係佢哋仲未去到頂級快樂喎。我哋仲有 level 7同步 synchronicity， 喺呢個 level 嘅人係由右腦主導，但係左右腦同步思考，合作無間。佢哋會成日講生命好美麗，我唔需要任何嘢都可以好快樂。多謝，我相信一切都係完美嘅，會按應有嘅方式進行。會講以上說話嘅人，佢哋眼中嘅世界真係好美好，難怪佢哋有89%至到100%嘅時間覺得快樂。佢哋嘅能量係基於佢內心發出嚟嘅愛，係一種無條件同埋長久嘅愛。佢哋唔係諗應唔應該付出愛，而係諗點樣付出，付出令佢哋覺得快樂。佢哋完全接納現實，
喺佢哋眼中呢，冇分對錯或者好壞，佢哋活在當下啦，同萬物連結，心境平和、慈悲。佢哋嘅快樂係來自內心嘅自由同埋寧靜。佢哋能夠喺生活上展現真我。佢哋需要被尊重，因為佢哋承載住好深厚嘅智慧。有時亦都需要被提醒，佢哋係靈性存在，而經歷緊人類嘅體驗。講到呢度，我突然間諗起杜汶澤喺《頭文字 D》裏邊講過嘅一句對白，係最接近神嘅人。大家聽完之後，覺得自己係屬於邊一個 level 呢？喺呢一刻嘅我，其實有晒7個 level 嘅特性，不過大部分時間徘徊喺 level 3至 level 5，即係挫敗 frustration、勇氣 courage 同投入 engagement。作者話，我哋偶然間出現一啲比自己大部分時間屬於嗰個 level 低一啲嘅表現或者行為呢，係正常嘅。我哋需要不時留意自己點樣可以保持自己嘅能量值，而唔會進入低一個 level。譬如話，一個本來屬於 courage level 嘅人，可能佢有一段時間遇到比較多挫敗嘅事情，令佢嘅能量值下降。呢個人如果及早發現自己嘅能量值下降呢，可以透過持續學習啦，或者身邊人嘅支持啦，令自己唔會跌入低一個 level。我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個更快樂嘅人生，所以除咗確保自己唔會跌入低一個 level， 更積極嘅做法係點樣令自己向上升呢？我哋唔一定要一夜之間就去到 level 7咁高嘅，但只要識得覺察自己喺邊一個 level， 再慢慢提升，就會越嚟越接近一個快樂同埋自由嘅自己。就我自己嚟講，而家嘅我徘徊喺 level 3至5，我好希望自己嘅能量值可以提升到 level 4至6。下次我會再講下文章所提及到每一個 level 嘅人可以點樣提升自己嘅 level。如果你哋有興趣知道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幾時出新片啦。我係 Judy，下次見。